上世纪30年代后期，越剧界三花一娟，曾风靡一时。他们是四宫腔时期的代表人物，对越剧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被称为越剧的4大名旦。解放以后，旦角后起之秀袁雪芬、傅全香、谢雅仙、王文娟，以其戏路开阔，表演细密动人，而脱颖而出，成为越剧界的第2代4大名旦。下面我们将请您欣赏4大名旦与他们弟子的精彩唱段。原派艺术由袁雪芬创立，他所创立的原派对越剧旦角唱腔的发展提高和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原派唱腔的风格是质朴平易，委婉细腻，深沉含蓄，韵味醇厚。其主要传人有朱东韵、方雅芬、华宜清、陶琪等。一回来回回自回，当初一场一场悲，到自今一股长赋与方明，真是一件大才名。分我不计不讲把名不管不听的少岁我抬头不管他的人只有低头曾是那老爷太太我更怕见，把我当作眼中钉，既是不许我转身，那杀鸡在我母本啊。刚才绿马一繁华，原来我猜你缘分本分，我生死不见大路，应是大雨地院门，还有那2个丈夫在阴司等，阎王要把我两个随风嫁衣，刺痛心，那人生
火马做工，两公里的公军步步登龙，夜平无讨风云气不容。这段是位高权重，方自己。由傅全香创立，其主要特点是唱腔俏丽多变，跌宕婉转，富有表现力，表演充沛，细腻有神，有感人以形、动之以情的魅力。其主要传人有胡佩蒂、陈颖、何英、陈飞等。母亲纷纷老母
王门大锁。
由戚雅仙创立。戏派的特点是感情真挚浓厚，曲调朴实，花腔不多，轻柔委婉，幽怨跌宕，以情动人，但组织严密，节奏鲜明，因情解念，变经反复出现，听来倍感亲切，朗朗上口，形成给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戚雅仙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在唱腔基础上不断加以发展变化，涉及众家之长，发展变化为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气派。气派善隐、妩媚、善良、温柔多情的女子，故而被称为粤剧旦行中的悲旦大王。戚雅仙主要弟子有周雅琴、朱杜芬、傅静雯、金靖等。把儿
一在彼身，却遭殃。
善于表演人物神态，传达内心感情著称，故而被称为个性演员。王文娟博采众长，追求创新，逐步形成了自然流畅、平易质朴、情意真切的风格。其主要传人有钱爱玉、王志平、单养平等。谁来？
世纪30年代后期，粤剧界三花一娟，曾风靡一时。他们是四宫腔时期的代表人物，对粤剧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被称为粤剧的四大名旦。解放以后，旦角后起之秀袁雪芬、傅全香、谢雅仙、王文娟，以其戏路开阔，表演细腻动人，而脱颖而出，成为粤剧界的第2代四大名旦。下面我们将请您欣赏四大名旦与他们弟子的精彩唱段。原派艺术由袁雪芬创立，他所创立的原派对粤剧旦角唱腔的发展、提高和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原派唱腔的风格是质朴平易、委婉细腻、深沉含蓄、韵味醇厚。其主要传人有朱东韵、方两芬、华宜清、陶琪等。结婚来回会只会当初一场灯，到自今一股长赋与上民，真是一件大才名。怕见把我当作眼中钉，既是不许我转身，那啥几岁我原来我猜你有分
头安归子，一句名扬。戏派艺术由戚雅仙创立，戏派的特点是感情真挚浓厚，曲调朴实，花腔不多，轻柔委婉，幽怨跌宕，以情动人，但组织严密，节奏鲜明，音型简练，变经反复出现，听来倍感亲切，朗朗上口，形成给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戚雅仙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在唱腔基础上不断加以发展变化，涉及众家之长，发展变化为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气派。气派善演、妩媚、善良、温柔多情的女子，故而被称为粤剧旦行中的非旦大王。戚雅仙主要弟子有周雅琴、朱杜芬、傅静雯、金靖等。
去从军，却在正规到时候，这20年来大长须，在里家是活马做工，两公里里共军徒步登龙，也凭我他风云气不容。由傅全香创立，其主要特点是唱腔俏丽多变，跌宕婉转，富有表现力，表演充沛，细腻有神，有感人以形、动之以情的魅力。其主要传人有胡佩蒂、陈颖、何英、陈飞等。母亲纷纷龙。